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一个台语听有无？咱台湾的位置啊，是伫地震带顶面啊，所以啊，不时会有地动啊。伫过去啊，定因为地动啊，造成真侪生命财产的损失啦。像讲啊，921大地震啦，2018年的花莲大地震啦，2016年高雄台南的大地震啦，这呀，拢造成社会啊真大的惊吓。那呢，若是拄到地震，咱着安怎处理咧？相关的台语词该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啊？咱得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拄到地震，上正确的反应是啊，咱的边啊闹倒啊，就爱规个人紧软入去倒啊骹，规个用双边的手铐啊和骹头摕咧，头压好低，双手啊甲倒啊骹抓好严呐，所以啊，就软入去倒啊骹啦，是因为地震的时啊，迄玻璃啊、电火啊，还是家具啊，拢有可能啊落落来啦，是倒落来啊。咱人啊，若秘伫倒啊骹有倒啊吼扎咧啦，会当互这物件袂牵着咱啦。总是啊，地震的时，咱味的迄只倒啊，嘛有可能会摇啊，会倒落来啊。所以啊，咱得爱用咱的双手啦，甲倒啊骹抓好严呐，通甲固定落来安尼。那是人伫厝里啦，总是边啊拄啊好无倒啊通味啦，安尼啊要安怎咧？地震的时啊，上惊是厝顶崩落来啦，缀着人啦，啊是物件落落来啊，牵着头啦。所以若无倒啊，咱着爱紧刷手啊，撒一块软的物件啦，像讲啊枕头啦、被啦、衣橱啊啦、厚衫啦等等啊，吼盖伫头壳顶啦，通来保护头壳啦。佮啊，赶紧拍伫大枝条的下面啦，啊是啊边啊无大型家具的壁角啊。大型的家具啊，地震的时有可能会倒落来，缀着人，还是牵着人啦。所以味的所在啊，爱尽量离这大装的家具啊较远淡薄啊。若打地震咧摇的时啊，尽量莫起来行路。若是半暝互摇精神啊，上好的处理啊，就是拍伫面床顶啊，莫落面床啦，甲枕头摕起来，盖伫后兜裤仔遐啦。吼，若要关甲输啦、禁电火啦，拢等摇了以后啦，才来。较袂讲啊吼，迄暗暗个摇落啦，颠倒啊，死到跋倒啊，加危险的。另外爱注意啊，是地震的时啊，若要落楼梯走出去啊，千万得爱家己用行的哦，唔通啊坐流廊，嘛唔通坐电梯啊。迄流廊啊，就是有门，到你这楼门就开开，你行入去，试看要去倒一楼，嘿啦。若电梯啦，是外形啦楼梯啦，只是伊家己会行迄款的啦。无论是流廊还是电梯啦，下面拢是空的哦。地震的时啊，有可能啊，规座落落去啦，所以啊，千万唔通伫地震的时坐电梯还是流廊哦。若是人伫外面咧开车啊，就爱慢慢啊打动啊啦，互速度降低啊。因为地震的时啊，车会乌白撇啦，无受控制，即时若是车速伤紧，就真会发生危险哦。若坐伫大众运输工具啊，像讲啊高铁啦、火车啊、捷运顶面，咱得爱紧抓好严，坐好好哦。因为一拄着地震啊，这大众运输工具啦，真紧就会随减速。随动起来啊！你若无抓好啊，就会因为惯性作用的原理啦，煞来跋倒啦。若是人伫地下街、地下道啦，就爱紧挖来边边啦，才顺边边行出去安全的所在啊。因为地震的时，大家拢会真紧张啊，乌白下啊，乌白塞啦。你搁伫路中啊，无行较挖边边咧，定去用塞到啦，安尼会造成危险哦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有好的应对的方法啦，地震的时，定就会当互家己更较安全啦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